台中后日有一间真细间的土地公庙，这个庙只有100公分悬。土地公的形象更加特殊，是一粒戴着宰相帽仔的石头。老一辈的乡亲讲，这尊土地公超过100年了，比一般土地公的阶级较悬。本地敢若用石头贴一个所在咧甲拜，尾也是附近的乡亲大家出钱，才来去这间土地公庙。 这座呢，隐身在农田及民宅旁边的土地公庙，除了它位置非常特殊以外呢，它的造型呢更是非常的迷你，大概呢只有100公分，连旁边信徒捐赠的香炉呢都比它还要高。而它历史呢，当地居民也估计超过100年。日本时代唐抢的，阮老爸甲用安尼啦，伊则是石头的啦，算着采一个石头安尼。 所在地内面的土地公真特殊，是地宰相无石头。地方老一辈人讲，因为伊的地位比一般的土地公较悬。大部分工厂做糖的管较济啊，较大土比讲加大一倍啊。讲是地状元无啊，该悬一级就宰相无啊。 庙虽然小，但是当地人讲非常灵舍。这边的金炉咧，嘛是民众兴愿所关的。另外，附近的工厂嘛经常来参拜。不过，因为真正是真偏僻，需要有在地人指引，才会当找到这么细土地庙。